那我们今天讲课听课的功德回向啊。愿此讲法以及听法之功德和从无始以来自他生苦役所修持的一切善功德，以及一切诸佛菩萨上师善知识们的无量功德，三界众生的一切善功德悉皆合集，回向于一切众生，祈愿无论在何时何地之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常住主持，法轮常转，祈愿吉祥安乐之源头，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殊胜教法，常住主持，度化一切有情众生，祈愿六道一切众生解脱各自痛苦，获得圆满四生五执正断觉，佛陀果位。愿以此功德张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以此功德愿证佛子心，降伏烦恼愿对诸国患，三法并施相拥之佛陀，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闻说是有梦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三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如此最赞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三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祈愿还本度有情，心属解脱及病苦，众生种种一切病，永得不再受病痛。要我君三下，持上密者大成就，空心一切罗刹单，救助圆满自地心。于佛所生之加持，法心不变真谛之加持，身中不对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是成就。我们每次在做念经共修这些最后的回向是非常重要，回向后的祈愿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相当就是我们在最后这一句啊，就是最后祈愿药物具善效，持诵密珠得成就，空性以及罗刹等具足圆满慈悲心。那慈悲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相当就是就像你看这些我们修法的这个祈愿里面，我们众生不管是在任何时候所需要的都是有存在的，都是有在发愿的。但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这些是什么，什么时候是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这些我们这个仪轨里面的前面的发心也好皈依也好，发心也好，然后中间的修的整个过程就不用讲，最后的这些回向啊祈愿那些每四句都是包含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是非常实际的，对于这些一切众生非常需要的。那好比现在的这个世界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已经发生了，就像疫情啊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病的时候，药都是变成没有效啊，就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甚至
疫苗都没有像以前的其他的病一样的，像打1剂不行，2剂不行，3剂不行，4剂还要再继续打4剂、5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的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是祈愿我们所谓做功德的这些利益回向给众生，那么就是希望众生都得到需要这些的帮助跟利益。那么祈愿就是药物，就是要吃什么药对什么病是要有效，然后持诵密珠，我们这一个修行人修持任何的法，然后就是持诵密珠等等，真正的达到完整的效果空性以及罗刹等，这个是很关键的。空性也是非人的当中呢，就是在空性是，那很多人都说听到所谓的空性的，那应该是女性的，那么空性就是好像都是一些上师或者是一些在藏传佛教当中，好像说一提到空性的话，那应该是活佛的太太啊，什么就是上师的太太，那就是空性母啊什么的。那有会想空性母是那个鹿都母啊，什么白都母啊，这些女性的佛有这种想法。实际上所谓的空性是都有女性男性都是有空性。那么反正就是要知道非人当中有很多会伤害我们众生的，有很多的非人的各种各样的非人就是非人类的非人类的很多的众生，就空中可以飞往的那种自由可以飞行的那些都是叫空性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空性，有空性母，然后就是那个罗刹。那么罗刹是什么样子？也是一种非人，也是可以说为是人。人里面也有可以食用人肉的什么就是杀人的那些。那你看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就是像罗刹一样的，没有慈悲心的，没有那种对人类就是会做出伤害的那些。那尤其是有些各个地方的就是有能力的，可以改变一个大社会，或者是改变一个控制一个国家，跟控制一个区域，控制一个地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大的任务，那些都是内心里面没有慈悲心的话，那很严重嘛。对所有的人没有慈悲心，对这个世界没有就是慈悲跟这种菩提心的一种这种的概念的情况下，那非常非常的可怕嘛。所以我们就这里面讲的具足圆满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就是希望我们佛教徒能够可以这样祈愿的。这不是小小的一个祈愿，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就相当就是这种空性以及罗刹等等，我们在人当中呢，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大的人物或者小的人物，有相同罗刹、相同这些恶鬼一样的，有这种人的话，那也是要圆满获得具足一个慈悲心。那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慈悲心，他也是相同一个罗刹一样的话，他可能是对社会感、对整个世界的伤害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的，那会也是一样的，会造很多很多的业所以就是有些在现在那个网络非常发达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平常也是会看得到很多视频，有的没有的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众生的这种活生生的这种鸟类也好，那些水里面的动物也好，那些都会活生生的会吃掉的，然后就是这样会拉扯把它那个杀死，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那些，就是行为是就像罗刹一样，就像那个魔鬼一样，没有菩提心，没有慈悲心的。那么我们祈愿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样的利益，这种就是所有的没有慈悲心的这些众生，能够可以具足圆满有慈悲心，以这样来祈愿。那么这个后面的以佛说法三圣之加持，法性不变真谛之加持，
深重不退，一乐之加持，如实回向，把愿悉成就，这也一样。那我们这些祈愿都是会实施、会呈现的。如果因为呈现的原因，它就是一种真理，就是我们的祈愿是从内心当中真实的、有感受的、非常言语的、实事的一个呈现的话，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一种真理。佛有成佛，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嘛，它有真实的真理所以就像这样这个法性不变的，这也是一种真理啊。它是本来就是这样，法性不变，那个真谛之加持，这三种的真理都是有真正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真实是有真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发愿、我们的祈愿也是真实的，所以会达到真正的效果。以这样去，前面我们就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知道一切众生重要。然后最后的祈愿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子在众生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快乐，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佛陀果位，也这些都是祈愿。到最后这些祈愿都能够会实现，是对我们自己对佛法要有信心这样就达到圆满，好不好？好，谢谢。那就是我们每次念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现在的实际的我们众生所需要的，也是很重要，好不好？好，谢谢。好。自本作人着康中